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今日国情招你做伙来研究一下讲，真侪台语的专家，这学者吼，有当着吼，敢若一句台湾话要写倒一字汉字，会当正对3年前转来到3年尾这款情形，定咧看。过去一句俗语，讲做树丝读透透，毋捌冤鹅久必杂。对啦，汉字吼有当着咱讲一个真，确实真深呢。树丝读透透呢，《论语》呢，《大学》呢，《中庸》呢，逐本你拢甲摕来读呢。当然吼，学问真悬的人，连五经啦，连《论语》名著拢总读完啊。这5字有当着的发音都还佫袂晓，冤鹅久必杂。啊，国情嘛，毋是讲我自细汉就会晓啦。这句俗语本来就是咧品讲吼，汉字学问真深啦。毋只今仔日，我要详细招你来探讨讲，台湾话价值是价值伫咧这话，这民间流传的话语，毋是讲伫咧计较讲倒一字安怎样写呢？当然，这学者专家，咱是真尊重，毋过咱认真甲想，真侪台湾话是描写迄个声音尔，讲哩哩曲曲，讲起起曲曲。敢这一定有汉字通去写？有嘛是硬度摕来学的尔啦。毋只的吼，我来举一个例，就是讲台湾话内底有迄落一字一个音取相同意思的味菜，吼，这真趣味哦。你若汉字写出来吼，人客一个看就知影意思啊啦。就爱字歹写，互你有照心性。这我听吼宪法专家李鸿禧教授，人伊原来台语专家李教授讲，伊讲四角两面六起七面，互你要出来。要出来一个足平常的物件，四角两面，六起七面。国情啊，你搁讲一摆，第3摆啦，做伙甲你做伙研究啦，讲四角两面，六起七面。咱想，互伊头壳安尼煮，想一个真讲到底这是啥？趣味就是趣味伫后壁即句，国情袂当甲你写出来，写出来看到汉字，无定你就会晓发挥哦。来，解说一个答案：四角两面，六起七面。就是面筋，洗面的面筋。我知啊，面筋就四角两面啊。啊，哪会讲六起七面？咱咧讲六起七面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会想对讲，四角就是这2、3、4的4，两面就是拄好正边甲倒边两面。同款六起七面，你会想对数字去，会想对这2、3、4、5、6的6，搁有6后壁迄个七去。事实毋是啦，毋是讲六起七面无遮奇形怪状的物件啦，是咧讲吼六起七面，六起来七咱的面啦，安尼又做四角两面，六起七面。毋则讲吼汉字逐字咧研究，有当着啊吼，会费起你真侪精神。啊，价值要紧是倒位？要紧是咱的台湾话有真侪话吼，但渐伫咧消失去啊，朋友。你爱认真甲捡起来。你想讲吼，咱即马社会上咧讲讲，我甲你讲，你毋通甲别人讲哦。咱讲毋通过喙，即句过喙就将近用要消失咯。咱做伙来研究来看，解文说理，感谢你。